根据新唐人网站的消息，中国入侵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日益加大对维吾尔人的欺压破坏力度和不断更新施暴方式方法。从去年9月开始，对维吾尔人采取了权利和自由取决于个人表态的方式，如表现不好有抵抗情绪者，以潜在恐怖分子抓捕拘留或送往所谓的教育培训中心进行改造。根据最新消息，自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在中亚地区以建立大中型农牧场为由，征购了邻国大片土地。中国作为丝绸之路“一带一路”项目主导者，最近又购买了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大型农业场所。与伊朗签署的伊核协议的未来仍然是一个共识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最后决定，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澳大利亚进行访问，寻求巩固两国在防务领域的合作。美国就俄罗斯干预特朗普2016年11月8日总统选举及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取得联系的指控调查进入最为关键的时期。特别检察官罗伯特·莫勒就传唤特朗普提供证词问题做出了评估。如果特朗普拒绝接受出庭提供证词的要求，将考虑由大陪审团传唤总统出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应韩国总统文在寅的邀请，携带一支包括商人在内的代表团于5月3日前往韩国进行了访问接触活动。5月2日上午，美国南部乔治亚州法萨纳机场附近的波多黎各国民警卫队的 C-130 军用货机坠毁，机上5人全部遇难。